好，非常喜欢今日嘅福喜来呢个节目哦，福喜来呢个节目真是非常好哦，总系稍微稍介摸强介主题哦，乜嘅主题都有。今本日讲嘛嘅，今日稍介一本书，本大家来看。所以咧，稍介呢本书之前呢，先来分享呢本书嘅作者，佢系马莎的 A， 佢系你客家嘅讲什么哟？钟子信分享。大家好，我系钟子信。今本日当分享来到呢度。分享哈，志兴阿婆读话都叫你阿信，阿信，所以这个字两只词对你来讲很熟悉，很动手了，就很熟。对，所以阿婆以前真的阿信这样叫。对，他比较常是这样子叫。为什么会这样问呢？怎么爱要问呢？因为志兴这个名字蛮特别的，很奇怪，很少奇怪。动少诶，你讲客家种呀，还讲客家人按名改时节会说志兴。对，而且字好难写哦。对，它不是用客语的那个语音去命名的，因为它是我妈妈取的名字。然后呢，我记得我妈妈那时候说，她就是翻那个大字典。然后他就去找，他想要找一个意思比较想要祝福这个小孩，因为我是我妈妈第一个小孩。然后他觉得那个志很像到哪里的到，然后心是快乐的意思，所以他其实就是到哪里都很快乐。对对对，哇，好棒哦！那你现在有觉得你的生命到目前为止到哪里都很快乐的感觉吗？当然就是也会有很不开心、难过的时候，可是也都会想到哦，妈妈当初帮我取的这个名字，所以会觉得还是觉得蛮温暖的。是，为什么这样问呢？怎么办？按用问题，到哪里都快乐。因为今天老大家都少改两本书哈，在这边哈，这个书名叫做《知》，对，然后一个蓝色的封面。为什么会问说他是不是到哪里都很快乐？因为两本书我在看过咧，我看过嘅感觉是，我觉得很温暖没有错，但是好悲伤哦。对，就是一本我感觉，其实读起来心里会有一点点酸酸的，一个很悲伤的一个小说，一个长篇小说是出自于志兴的的作品，所以这样问原因，所以一开始的某些时间，我们先简单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是一个怎么样的故事？好，这个故事啊，它叫做织，其实它就是跟纺织台湾的纺织业是有关系的，它就是以整个台湾的纺织业为一个背景，然后它里面主要的人物的故事呢是就是以我的阿公为原型这样子，对，然后我阿公他大概在60年代的时候，就是到越南去工作，然后一直到大概76年的时候呢，才回到台湾来。那在这么长的时间，大概11年的时间，离开了太太，离开了还小的小孩，对，然后在这么长的过程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这件事情对我们家来说有什么影响？对，所以我就把它写成了这本小说。是，所以大家为地唐吉安讲起来，其实这故事啦，阿公阿婆很有关系。对了，阿公阿婆那个年代的背景都有关系，所以讲起来其实差不多是民国60年代到70年代。对，而且我觉得也是台湾经济一个很大转变的时候的那个时候，所以我相信天时跟前面嘅乡亲朋友係講，因為機會讀到兩本書嘅時間，係講無論你嘅年紀係攏係差唔多，你讀兩本書，然後係講你嘅年紀超過我，你讀兩本書，你的感受會不一樣，因為你會在這裡面，在這本書裡面會讀到非常多，非常多你跟這本書那個年代的共鳴。真的，我非常的意外，就是當我在翻閱這本書的時候，我會發現，他好像在寫我小時候的事情。就是說我簡單舉個例子，比如說你說到現在這個年代，你是手機的年代，對不對？智慧3C 產品的年代，然後你寫的場景跟現在的這個場景不一樣，然後你有高樓大廈，對不對？我說在現代的裡面，然後可能你是要天然款天然啊嘛改，我們所以賣東西，可在這裡面的每一個，我覺得這本書我的感覺是你聽到聲音，對，但是你也看到畫面，對，所以很有趣，而且在這邊看得到你跟這個裡面應該有很多你自己的真實故事在裡面吧。对，它其实就是穿插了我真实的家庭的故事，然后但是又透过虚构的方式在处理这样子。很有趣的地方是，我觉得为什么爱空月亮悲伤？很想要问志兴的事情是，很多人在看长篇小说的时候，他可能会写成功者的故事，或者是一些，可是里面感觉大部分看到的都是一个
好像比较是悲剧群的那种群像在里面，里面的每一个人的生命都好艰难。对，为什么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出发？我觉得这可能跟我自己成长的背景就是有很大的关系，就是我自己的家庭，就是如果是以一般的人来看，其实并不是这个家庭并不是一个状态这么好的。譬如说我的小叔叔，他可能就是他几乎就是没有在外面工作，然后他都在家里，然后他精神状况有一些问题这样子。然后我的姑姑们啊，爸爸也都离婚啊，然后其实都是不是很好的事情。然后包含我的阿公，他在年轻的时候虽然赚了很多的钱，但是这些钱就是那个时候在越南的时候，他其实就是想要走挑尬，想要当老板，因为梦想。对，你的阿公对纺织非常算是很熟悉的一个生意人。他本来是修机器的师傅，修机器的工人，对，然后就是一直做，然后就是后来就是因为种种的原因，然后他也想要自己。如果他可以不是工人，可以当一个挑尬多好这样子，所以他就投资了很多的钱在越南这样子，结果没想到就是后来遇到了整个市局的变化，就是越南南北统一了，他那时候就是逃回台湾来，那个当初正要开始营运的工厂就只能被迫就是放弃了。那他回到台湾来之后，他有留下一些存款，但是这些存款后来也是就是让我爸爸很想创业，他很想走挑嘎，跟我阿公一样，对，但是他可能就没有像我阿公这样子，就是很脚踏实地这样慢慢做，他可能就是一开始就想当老板，所以他也是就是失败了很多次，所以家里的钱也都就没有了这样子。所以我其实会觉得这些阿公为什么会那么疼爱我的爸爸，或者是那么疼爱他的小儿子，那可能也跟他当初离开家离开这么久的时间有一个弥补的心态有关。对，所以很有意思哈，乡亲朋友当就也是黑讲志兴去讲的故事系真的故事，不管是真的也好，或是加上一点点虚构的角色在都两本改长篇小说里面。不过真的，你走在看到该张年头给他干音，我相信大家都很熟悉。他真的是出外打拼，他一到越南就11年，对，然后回来的时候好像没有他其实没有完成梦想。他没有完成梦想。所以为什么我们会讲贵本书港够可以从失败者的群像出发去看？可是问题是，你虽然可以看到安永凯一张故事，然后梦想，然后不过在这中间就会看到你们家族人跟人之间那种非常细腻的那种情感的变化。对，然后我就是就是很希望可以借由这本小说，除了在谈纺织之外，也可以就是带大家思索，就是也是我自己的一直想要询问的，就是家到底是什么这样的一个概念一个想法，非常有意思哦。在这里面呢，又动改故事的分享没有错，可是对于志兴来说，最后这里面所有的主角，不论他都要懂得被冲的头破血流，然后你最后还是回到那一个堡垒，对。那一个家，那个大家可能曾经很想逃离的地方，可最后还是回来了。包括你自己本身也有可能，对，是这样子，对不对？然后特别是那个房子，它就是我阿公就是工作，因为其实我们家很穷困，就是在阿公去越南工作前，其实非常非常穷困，就是连只能租房子，而且还是租那种就是泥土屋，乡下的泥土屋，然后家里不包含我阿公自己的小孩，还有他的兄弟姐妹都住在那个泥土屋里面，所以他其实会愿意要离开台湾到越南去工作，而且是当时那个是战地，其实是有危险的。他会愿意这么做，就是因为到越南去的薪水是在台湾的10倍，就是高出非常多的。他就是希望可以给台湾的家人一个水泥房子，他当初的梦想就是这样，就是想要可以赚很多的钱为家里盖一个房子。那我觉得这个状况其实跟现在台湾也有很多的东南亚的移工到台湾来工作，其实是非常像的，只是他们移动的路径是不一样的。当年是我阿公他必须到越南去，可是现在可能是这些东南亚的移工他们必须到台湾来这样子。对，没有错哈，因为其实又动都感应，其实你讲我们有台商嘛，对不对？事实
相信非常多嘅乡亲朋友，其實可能去到越南然後泰國然後，佢都已經去到改變代表30年的、20年的，然後甚至在那一邊第2代、第3代，我覺得那也是志興講的，這是一個移工的概念。我們曾經去到那邊打表，那當然反觀你台灣底下嘅社會，其實你大白講多元族群多元，對不對？其實不只是住在這個寶島上面原本的族群，也有非常多諾貝來嘅你講冇強嘅族群啊，是像剛才你講到的移工也好，我們的新住民也好，對於讀兩本書地圖，其實除了看到啲客家嘅故事，當然有其他族群嘅故事，非常嘅有意思。所以請你嘅兄弟們聊下，你馬上你等下陣再嚟講。今日東方一早你讓你嘅鄉親朋友咧紹介一本吼，而且我都有意思嘅客家故事哦，這兩本長篇小說，對，總來講，昨天講嘅客家嘅故事，其實以作家來說的話，其實我們可以說，我們連下上西為講，他是一個客籍的作家，或者是他是一個客家文學，或者是他是一個客籍寫的文學作品，哈，不講係哪一種嘅講法，不過讀該本書地讀哦，其實昨天看到非常多，你講客家人嘅故事，或者是客家人的一些情緒跟精神在裡面哦，其實當然。這裡面其實剛才上一段節目我們有提到，這裡面其實有非常多不同的族群角色在裡面，對不對？而且其實也講到了那個年代，除了經濟的背景之外，也講到了多元族，像移工，對，然後或者是新住民的角色。的確，在民國60年代、70年代之間，我們那時候覺得，我們有非常多的外配，給那個時候底下有很多那樣的故事，其實都在這個書裡面看得到。對，那其實會把這樣的角色加進來，就是也是我剛剛提到的，就是我覺得我阿公的路徑好像是跟那個移工剛好是相反的。那當然也包含就是我自己的嬸嬸，她也是從越南然後嫁到台灣來。那她本來其實是在越南的紡織廠工作，後來她到了台灣的紡織廠工作。然後我覺得她就是真的就是完全就在我們一個家庭裡頭，就是一個是從台灣到當年從台灣到越南工作，但是在現在在80、90年代的時候是就是我嬸嬸是從越南到台灣來這樣子。所以口的安永蓋故事之外，我覺得裡面有一段很長的篇幅是在講阿婆。對，所以阿公是一個好像是一個很隱性的影子的一個很重要的主角，可是阿婆是一個另外一個很鮮明的主角。對不對？對，其實我其實在寫枝的時候，一開始是想寫阿公的故事，就是以阿公的故事為一個主軸，就是從就是剛剛說的從60年代怎麼樣的原因，然後決定從台灣到越南去工作。那我覺得這個路徑其實也是很多，就是我們常常看到很多的移動者，其實都會寫到是男性的故事，但是我們其實常常會比較少看到的是女性的故事。對，那女性在家裡等待啊，在家裡照顧上有公婆啊，下有小孩啊，然後其實是非常非常辛苦的。那我也是從小就是看着阿婆就是支撐着這個家庭，所以我也很希望可以在這本小說裡面也可以把女性的觀點寫進去，這樣子。對，所以你會跟阿婆分享嗎？你說這本書嗎？這本書其實我那個時候就是在想要寫這個故事的時候，我有跟阿婆說。然後其實我最早去，因為要寫這個故事，所以我一開始是先閱讀了很多的資料。那後來呢，也去做了一些訪問。那其實我訪問的第一位所謂的紡織工人，就是我阿婆帶我去的。他帶我去找，就是一個叔公，他是我阿公在第一間紡織廠工作的時候，的一個小老弟，就是他比我阿公晚幾年進紡織廠，然後我阿公帶着他，就是學怎麼操作紡織機這樣子，對，然後我們就去訪問他。所以我的第一個訪問的對象其實是阿婆帶着我去的。是，所以那阿婆你會跟阿婆分享你寫完的這個故事跟內容嗎？我會，但是其實因為這本比較長，然後我阿婆她不識字，然後這本書它最早的一個原型其實是
一篇散文，然后是放在第一本的散文集《我家是联合国》里面。是。那一篇呢，就有读给阿婆听。但是到了这个，因为它比较长，所以就没有。我觉得你有机会一定要跟阿婆说，因为阿婆在给他本书地读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角色，我觉得是一个很传统感，福音感狗 C， 可是一个传统的角色里面，可是我又看到他这中间的一种很现代化的一种感觉，对，尤其是阿婆给你冉冉旅行的时候，那种时光旅行跟该种的回忆，我觉得你有机会一定要好好的坐在阿婆身边，跟阿婆分享这样的一个故事，我觉得阿婆会觉得很棒又很感动。对，我觉得对那个年代的女人来说，要到很远的地方旅行，其实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所以那个时候因为工厂的招待，她招待家眷可以到越南去探望丈夫。那对我阿婆来说，其实是一个很难的机会。她很想去，但是她又很害怕，因为婆婆不知道愿不愿意让她去这样子。然后所以我很想把一个女人，她其实也想要追求远方，想要到达远方的那个心情也写在这个角色里面。对，而且阿婆到了越南之后，我觉得她俨然就是一个自助旅行的高手。读两本书地图，阿婆一个阿婆到越南去，走过她过去曾经的记忆跟轨迹，然后还跟一个孙女在一起，所以我觉得你要跟阿婆分享这个故事。不过都有意思，改提供读两本书地图哦，因为俺是客家人嘛，俺讲客家话，所以俺在读两本书赶时间。很有趣耶，因为你里面很多是用客语书写耶。对，特别是在比如说，牛拌怎么啦？怎么样？对，他在里面会用客语写牛拌。哦，你俩感觉你去多改篇啊，你也多改篇哦什么？只要是阿婆的话语，你都用了客语的书写。对，特别是在阿婆这个角色里面，因为阿婆就是从早期就是她是新屋杨梅那边的人，然后在那边长大，然后嫁到湖口来。她其实她的成长背景都一直是一个客家的小镇、客家庄这样子，所以她用客语思考，用客语说话。我觉得是这个角色，他一定是这么想的。如果今天我写这个阿婆这个角色的时候，我是用中文去写，我觉得就不是这个角色，对，是不是？就不是这个角色他会去思考的方式。譬如说，他叫谁音，他一定会讲谁音，他不会讲说小孩。对，我阿婆不会说小孩这两个字。所以我觉得也是因为这样的考量，所以我特别在阿婆这个角色上，我其实用了很多的客语的部分。是，对，而且係講你係啲客家人改音，有你唔係講客家話改音，你讀透改世界會特別的親近，特別的親密哈。曾經跟甘耀明老師聊過一個文學作家，對，然後他在自己的作品裡面很多也用客語書寫，然後那時候是費松很好奇，是嗎？甘耀明老師為什麼？因為並不是說他一定要用客語書寫，因為他並不是一個說，我是一個客籍，或是我是一個客家的文學作品來做出發。我是一個文學家，我做一個文學作品。有一些的文學作品地讀基本用客家話來想，你問佢講，為什麼你一定要用客家話寫？不能一定要用嗎？是故意的嗎？有什麼目的嗎？那他的回答非常的有意思。他覺得在那個段落裡面，他一定要用這樣的一個客語書寫，以長走的。好像真實的去還原那個歷史現場，對，沒有錯，就是這樣的感覺，就是這樣的感覺，對，所以我在讀《知》這本書的時候，我覺得我因為我也會國語嘛，好，所以我在讀的時候，我讀的是那個情感。可我讀到阿婆這個階段的時候，就覺得哇，好像是我小時候的那個聲音跟那個畫面在我眼前呈現的那一種感覺。對，所以特別是這一本，就是大家可以在看的時候會發現很多注釋，超多，就是客語的注釋的客語解釋，我覺得不錯，還可以學客語。對，因為其實就是我當初就是出版社跟我邀請，然後出版這本書的時候，他們看到這本書，他就有說，因為台灣畢竟還是以閩南人為主嘛，那他擔心說，就是如果很多的觀眾他們讀者可能會不知道這個字的意思，那是不是我們加上一個注釋，那讀者在閱讀上可能就會比較清楚你真的要表達的是什麼，所以後來又花了一段蠻長的時間，就是加上注釋這樣。對，我想問的事情是，你在做客語書寫的時候，有沒有會需要問老師嗎？我會這樣問的原因是因為那時候在跟甘耀明老師
打嘴鼓聊天的时候，他就会觉得对他来说是很自然的事情，因为那是他自己会的。但是，他真的有顾问哦，他会问爸爸，而且他也真的有一本好大本的客语字典这样子。对，因为为什么要分享老师的故事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跟你这个有一个很雷同的情感。他说他印象很深刻的事情是，有一次他去访问一个人，对，然后现场就有一个装饭的饭桶，OK， 饭种盘盖哈，他开始讲，我问你一下，你旁边有没有看到一个饭桶？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错，对不对？结果他那个是一个耆老，我马上说个，嘿饭桶啊，嘿反正就是翻对，那就是一个我们大概因为大白尾公那是一个乌克语或是很地道的客语，所以他就会觉得哇，他的感触好深，所以他很想还原那种历史现场的这种港沟改世界，那他就会觉得，我有个爸爸顾问。你在做这边的书写的时候也有顾问，对不对？对，其实我自己除了查字典或者是问阿婆之外，我有一些比较专业的部分，我那个时候是请一位朋友叫黄佩文老师，然后他也是在研究客语的，是对，专门做客语的研究。那我那个时候就是只要遇到字典上也没有办法解决，然后自己找不到办法，就赶快去求救。对，所以其实也是要在一边花蛮多的心力。对，其实对我来说非常的困难，因为我以前就是在写短篇的散文里面，虽然偶尔会使用到客语，但是其实数量相对来说是比较少的，没有像在写诗的时候需要动用到这么多的。里面真的很大量的客语书写，对。但是在我写完之后，我其实自己会觉得，就是特别的贴近那个真实的状况，没错。所以我也会希望，如果以后还有机会可以以这样的题材来书写的话，我也会希望能够继续，就是把自己的客语学得更好。这样子太棒了哈！哇，是那两本书非常有意思哦，还有嘛个同音嘅故事，让大家来分享，大家先聊下，等下张总来讲哦。今日东方宇宙的绕墙道一本嘅冲片嘅小说嘅作者。之这本书的作者雷朵节目第一读志新来跟我们大家分享哈，其实安永盖故事其实有乡亲朋友几家来看，对不对？你的感受才会很深，才会有感觉。不过今天是很开心，东方一走的让乡亲朋友，好像我们稍微来解读一点点，或是解析一下下，或是导读一点点之的故事哈。不过我看了非常喜欢，因为我觉得这是志新公跟阿公阿婆之间的一种。好亲密的感情，对因为爱感研究来看两本书的世界，我又会看到那个大时代背景底下的一个故事，对，非常有趣。然后是一个以失败者群像作为出发，每个人都好悲伤，然后看起来心里会觉得酸酸的，可是又觉得很温馨，又觉得好像家那个堡垒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改在一家提风哈。所以怎么买这本书？应该在就是博客来啊，或者是各大书店，或者是很多的台湾现在有很多的独立书店，然后都可以购买到。对，基本因为访问你该作家，所以昨天晚上水幕之前有先上网查一下，等下还有打折哦。所以你某用这边有可能天气保持改时间，给一卖哈打折打得蛮低的，我觉得像是购书的好机会哈。不过其实志新其实不是这么一本长篇小说，我们最近我们现在介绍一个最新的作品，对不对？噔噔噔噔，孩子的我哈，我们这边有看到，对啊，颜色好舒服哈。你看跟那个枝不一样，枝的颜色是一个很内敛的深蓝色，但孩子的我就是一个哇。很浪漫的，好像马卡龙颜色的蓝。不过我们介绍一下这本书。这一本是我的第4本书，然后也是我的最新的散文集。那为什么会叫孩子的我？主要是这本书主要2个大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我后来就是自己有了小孩，然后我那时候接到了一个专栏，就是记录了小孩在成长的那个阶段的一些点滴的故事。那在第2部分是小镇故事。那小镇故事它其实呢，就是写我长大的那个湖口小镇，它一些消失的地方。因为我在就是
后来就是到高雄去工作，然后现在也住在高雄。那有时候会带小孩回到湖口。那回到湖口的时候，我就常常看到一些很多地景不见了。那它不是什么很大的地方，它可能只是我们家隔壁的一个面包店，可能只是一个百灵楼，就是那时候办婚宴的地方。然后我就想要去写这个消失的地方，但是我在写这个消失的地方，却让我重新回到了那个童年的我，就是那个因为我妈妈很早就跟爸爸离婚了，大概是我小孩现在的年纪3、4岁的时候跟我爸爸离婚。那我在写这些地景的时候，其实就是好像重新找到了那个很想念妈妈的那个小孩。所以这本《孩子的我》其实不只是讲我的孩子，也讲我自己。对。是一个，所以很是孩子的我，是，所以因为其他走妈妈了嘛，对不对？所以当然你自己的感受会不一样。对。那因为就像我们刚刚介绍的那前一本书讲的，你会发现是一个探索家族史的故事。我的感觉是这样，对，我觉得很有趣，就是你去探索自己的家族史。不过你现在回过头来，我们再把这个范畴缩得小一点点。我讲的是我跟孩子之间的故事，但是也相对的去反刍你跟母亲之间的关系，所以你觉得有改变吗？我觉得有了小孩之后，确实会去理解很多妈妈当年的选择，因为在妈妈离婚的那个时候，大概台湾80年代初期的时候，那其实，一个女性然后在小镇里面离婚，她其实是很难在小镇里面继续生活下去。在那个年代，所以她那时候就到了台北来工作。然后因为在这个大城市里面，她其实就会比较容许各种各样身份的人在这里，所以妈妈那时候就离开了。然后其实我曾经有一段时间也会就是埋怨妈妈，就觉得为什么会就是把我留下，然后就是到那么远的地方。然后我觉得我就印象里很少，因为我就是大概1年只能够去看妈妈1次，就是见1、2天，所以对我来说就是就是这么久的时间没有见面，我几乎很少跟妈妈有关的记忆。可是我在照顾我自己的小孩的时候，他现在4岁，我就会觉得这3、4年的时间其实一点都不短呢，就每一天的累积。所以我就想说，妈妈那个时候在这4年里面也是陪伴了我很多，只是我忘记了。她并不是没有陪伴我，是我忘记了。那她也是因为很不得已的原因，所以离开了。所以我觉得，因为这个过程，我觉得我更能够同理妈妈了。所以你们还会有互动吗？会，我昨天才来找她。那你一定要跟妈妈分享一下这本书，因为我已经送给她了。对，我觉得很棒。我根本给你少改2本书，一本书说，你一定要跟阿婆讲，对不对？好，第2本书你一定要跟妈妈讲。我觉得作家是一个很辛苦的工作。为什么这么说？就是我觉得作家有时候那个创作的压力很大。我自己觉得，因为我不是我用想象的，但我觉得很幸福的地方是，我觉得借由书写，对，借由这些探索，对，就包括你家族史故事的探索，或者是你写，就你有这样的一个文字能力，当你在这样的创作跟书写里面，其实某种程度，你对你自己整个内心、整个生命的一个我刚刚说反刍也好、历练也好、调整也好，我觉得是你重新的一个缺口的弥补。对，可以这么说，对不对？对。所以写作其实虽然很辛苦，但是它也是一个很幸福的事情。对，好棒哦！你想想看，昨天封面都一个暗将，对不对？又年轻，然后又漂亮，然后作品又这么棒哈！我觉得真的在这边要祝福我们的这个志兴，以后一定可以有越来越多的作品跟观众朋友分享。所以来，我们要跟大家来讲一下哈，台大会讲，其实可以去哪里买书一样哈，这本书看你想要看比较沉重的家族史故事，还是或者是不一样的故事。我们这边其实是有活动的，对不对？对，这个活动好像比较特殊。对，它是现在读墨电子书，它推出了一个独家的贩售，然后一个独家活动，就是在5月25号之前呢，只要在脸书上，然后上传就是跟小孩的照片，然后 tag 就是孩子的我，然后木马文化这个出版社，那就有机会可以得到这个免费的电子书，好棒哦！对，它是限量5位啦。是，对，乡亲朋友什么讲？你俩宝翠的时间还没时间服务在。没
关系，我们还有一场，对对，在6月8号，对不对？6月8号拜五，在阿布拉7点半到8点半，在台北市。对，台北纪中安，对，在纪中安文学森林新馆的2楼2楼，对，台北市重景气改通案。盖鲁是8月7号改提供，我们有一个新书的讲座资讯分享会，新书的分享会是，所以你会去跟大家分享这本书《孩子的我》这本书的一个分享，这样是哈，所以我们看电视改乡亲朋友是讲，基本刚好看到俩是改夫妻累累，然后又觉得有一个这么棒的一个新书分享会哈，大家还讲有兴趣的话，我真的非常鼓励大家哦。是今年改6月8号拜五阿布拉7点半，我们会有作家现场，在现场会有一个新书的分享会，对，哇，好棒哦，哈，所以很多改片呢，是讲，它可以有一个，它会有一些很不错的现场互动，对不对？还是对，我会先介绍我的书，然后可能最后可能会看大家对这本书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是对我有什么问题，然后跟大家做解答，或者是交流交换。意见这样子，对，哇，太棒了哈！所以用心朋友许多该片是真的可以做一个这样的一个交流，我觉得这是一个应该会是一个很浪漫的夜晚哦。所以看哇，你真的，我觉得这样的一个作家的故事或是书本的故事，也不是你一时节目地不多，两底上底就可以把它讲完的，对。所以如果你想要品味这中间的故事呢，就自己可以来阅读哈。所以节目的最末时间过得好快哦，大概只剩下30秒而已哈。对，有没有什么未来会继续不断有在酝酿新的写作？有我现在因为在图书馆工作，然后想要下一本书，想要写一个以图书馆有关的主题的，好有趣哦，一本小说，对对对，太棒了！所以在这边我们就走 for Andy 改志新，好不好？我们希望可以除了这本新的，还可以赶快再看到新的作品。谢谢，再来提到昨天来到节目地度分享，好吗？非常感谢，所以乡亲朋友係講了，哇，可能今日節目要感受更加係賣數哦。不過聽下來怎麼解咧做認同了？